欢迎收看《后上太上宫》，有家太假公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阿忠古，又到了你老后生人打最久嘅时节了。唔知大家平常是会蝙蝠卡边牙嘅减防么？你上一季有做过体育摆嘅断沙犁嘅练习，相信大家你下都寻唔到自家中意嘅东西了。不过唔单止係生活度用到嘅東西，人嘅人生還有千多東西需要來斷沙犁咯。你今日邀請到六個後生人來大家向下來做人生嘅體育擺斷沙犁練習，眾同人歡迎。首先，老大家小記到係阿子怡。大家好，我係前輩斷沙犁散步還有卡邦嘅阿子怡。意思就係講其他東西斷唔聽。係冇唔錯，係真冇。第二集老大家小記到係李家。大家好，我係李家，我係當下錢，攀地當到東西嘅家家李家。咁正嘅下錢係攬錢，攬錢。下錢款藝就係下錢嘅用嘅，好唔好？哦，誒，等下來看正嘅係下錢係攬錢，等下就跌哈。第三集老太嘅小街道係白橋。大家好，我喺講到斷沙犁吼是東南新講嘅種白橋，因為伊老李家強用係斷沙犁嘅攬錢姊妹吧。冇係下錢嘅按到種下錢，他用負面哦，佢攬錢過賭錢，用攬錢用到喺呢度啲嘛，嗬。等下來看根本嘅係前見十千一係攬錢姊妹法係馬沙地到透明嗬。第四集老家小街道係根本嘅新同學家人。耶，大家好，我係同學段文琪嘅顧家人咯。漢堡嘅開文器店係冇？冇錯，啲嘅準備嚟啊。哦，跟住漢堡冇嘅延畢嘅時間做係前面嘅。冇問題，我聽說有水哦。水早嘅冇關係嗬，捱啲。好，聽早啦，小街道係人嘅斷沙犁之王之後，啊，就係永遠都斷唔停嘅阿爺妹。大家好，我老東西用到冇辦法用，係真咁熱得睇嘅阿爺媽。哦，今日講嘅老公啦哦。講唔聽。好，準備啦，小街道係小鳳。嗨，大家好，家人係段文琪，我做生意，我係段搖以後愛賣雞排小鳳。哎呦，你睇 U 按到 T 叫 U 係嘛？有雞雞，唔使有雞雞啊，有雞雞。睇下家是漢擺嘅小鳳愛看雞排店，嗬，睇下千萬唔好去食到個變惡見。係油誒。清蒸豬油呢？嘅高膽固醇太多了，不行，絕對做唔得。不過你去年有做過體育擺斷沙犁嘅練習，相信大家今年回來之後有進步。大家真係有進步冇？阿子賢先來講，一開始講有卡邦老三夫有斷嘅。有藝呀，他真係動真動聽藝，剛剛藝就係後上太上講斷沙犁嘅頭名，就係聽人前會斷沙犁嘅動。誒，因為呢，將藝特別就會聽時去邊藝嘅三處啊，那啲三夫啊有冇需要嘅藝就將佢揀出去嘛。那係藝買落啊，聽太涼嘅，藝就送本需要嘅人啊，比如講阿李家，還有阿思妍啊，根本做唔落，冇藝就係自己嚟食頭。係啊，等下，阿子賢，人嘅三夫本意做係童裝吧？我先講一下，藝最近對記條動好，因為藝揀出去嘅可能就會易數嘅，如果藝送本記條嘅都會成嘅。唔係，老成老舊冇關係，係重點係做唔落就會聽太涼，嗰時候記條做嚟做啊，係聽過嚟做卡邦嘅部分，你成日可以就清好買嘛。啲卡邦又有季節性啊嘛，嘅有啲就用唔到，藝就會揀本需要嘅單位，真係係動好嘅斷沙犁小公主。冇人賣住好你啊！冇法度啦，你哋睇嘅要用喎。我用名牌卡邦嚟做的，名牌。其實藝啲阿子都冇人嚟做，因為藝啲哈 Q 嘅模機現在就冇來，故說是一兩下就開始變嘅探視，一漢擺就會現在上鋪做嚟賣。唔過咩按用講，因為你嘅做事嘅性質，你就會自由工作，咱們你咩黑啊，你咩黑啊，故說你睇下就會買到嘅衫褲啊，用辦嘅你做事嘅時發通嘛，該發通就會批函嘛，該衫褲嘛，睇過來呢。最重要就係我係後上太上宮嘅小公主，愛講呢嘅啊。不想理他。後上太上宮嘅小朋友哈，是蒙語哈，嘅阿里間看到佢，自己知道，你唔似家加油講到，唔似家係動下情嘅人。我係動下情嘅人，唔過我做一斷沙犁吼，一部分我做我有進步一些嘅，但是還有動到一加強嘅，因為我知道呢，大家都知吼，一啲有啥動作，看起來人緣最好應該就係我，我做呢個要動呢邊嘛嘅。都唔會講嘅，呢個藝決定到可以動身㗎，對他，而且他有懂得乜嘅禮物啊、卡片，譬
笔记就行卡头，不过我做下就手工卡片啊，就都难得听的哦。但留下又唔掉去做马街，但是我又吃到要做人生肥嘅一部分，做唔得得睇，就都唔攀得。真嘅，眼認同。天時冷嘅時節就咧笑睇啦。因為收本嘛，收本阿公婆係冇。呢就係男青就係咁。天時係非常贊同你而家講法啦嗬，因為我覺得有故事嘅東西，真經都唔攀得得睇。真嘅。因為我咁講，最難得睇嘅東西係乜嘅啲嘛？一起噶。你懂管嘅生活。習以為常的生活啦，係哦。像我求年嘅時節咯，我表態嘛，緊啲嘛。我頭擺係做補習班老師教英文啊，我哋係專職主持人咧。我頭前哦，看到我冇埋教課嘅講透露嘅時節，我想講冇埋簽嘛，所以簽唔敢發出去啊。結果咧轉來看哦。回過來看，發現其實專心走主持哈，專心做一件事，真嘅，係咪？大家都是有。請客。那給的咩安用誒？他給的係種失去比獲得的更多。真嘅，真嘅。咩請客啊？好啦，眼認同。其實就是要失去，有失才有得。不過我看到中白強家唔係按意思，佢錢貴，看到錢，哎呦，你獲聽，好像一開始都唔盤的，傳唔到錢，結果傳到他拿到錢的時候，啊，真的早知道就先早10年先吃退路好。係麼？冇咁長嗬。大家全係買中白錢咯。大家前見嘅，兩門安嘅新同學、假呢唔知道嗬，因為你睇規模咧，唔點人嘅斷捨離嘅功夫做到樣板型，跟你知道人斷捨離功課做嚟有好冇？我一陣年咧係看前戲啊，係講咧係藝動中意嘅，咪係天樣嘅角色啊，啲嘅咧非神之徒嘅當過，有冇留佢靜下來數起來啊？冇用啊！咁強嘅，係因為今日上課係個澳洲嘅，唔過一當過係藝中意嘅圖案咯，有咩唔肯定啦？然後佢見下，你知道你見下，而家知道我做咗喺神府來，當過嘅圖案動強啊！唔係其他人咩斷捨離嘅問題，佢係同好捡東西。冇錯，唔過咧，呢個係唔中意冇興趣嘅東西，呢個係是動到錢買進來，冇用到動電費，係直接留佢地頭，唔可以唔肯定。動電電係俾得佢捡下咯。家姐散步喺萬二橋來買咧，佢用嚟表態。佢用嚟表。攞 logo 捡下咯，唔再表態。係 logo 都嚟接下來。logo 攞嚟接下來，但係阿假年做到事情係做到動資級嘅嘢，唔係一下要攞佢。就攞佢留下來，留到燉到好後胎子孫吼，做到先來產品。牙豬婆頭擺做個2-3步吼，都真件。唔得幾少啲危險嘛？因為乜子孫後胎就用得到嘅。喺牙都聊定，真件啊，子孫後胎就用到，要麼唔係就會講一下就攞佢殺退。人家人生真懂資金，很 M 型化社會，都人嘅習慣度。唔過家有講到人家係燉東西來賣，燉油嘅阿伯。睇過，咩嚟買啊？你呢後我所以叫藝講，黃太太人係動到散夫，嗬，佢做我所以佢講嗬，一年冇做嘅，其實我係發現到了解，半年冇做，佢就人係病態。因為你咩冇辦法做咧？沒有，做唔落嘅，買到人驚嘅。唔咩咧？因為嗰陣時佢病態散夫，我看到喺睡眠咧，當好吸水嘅，做啲攞嚟面天嚟，我就嚟掩起來。結果我講喺偏數門口啊，好做下天嚟啊，我就會表，結果發現到。拿只志向嘅來，好中東多，幾年嚟咩冇去拿啲嘛？咩喺繼續留啲嘅度誒，然後我放假叫誒，就知道幾種面蟲當好帥，就變叫是啥啦？就變到叫掉誒。冇，我感覺佢聽起來係非常上腔，不過其實按用其實非常嘅定位，我感覺你應該留埋學習用辦，將啲sản婦就揀出，反正你一下咪做唔落嘅呀。唔係做唔落問題，你黃太太半年病一百跳腳嘅，你知冇？半年誒。我以前跟他兩個從小病態，我做乜看片，佢就講係做唔落嘅，我把佢做唔落嘅。唔係，佢要先見之明，今年半年以後絕對做唔落。我對到韓家可能冇班量嘅，用得實。如果我知道，因為你像牙本樣真件留學到牙子嘅，佢嘅模擬現在就唔可以來。你用啥最好冇做字冇排斥啦。好朋友。如果真件見咩咧，你看最妙係搶人嘅斷捨離嘅字後。你講客家有講嘛，講祖用愛承擔，壓軸就係你講祖用，傳揚祖廟，係重新嚟行起，其實
续体验，唔过我最近大家我同我博士，我最近有进步，啊我因为有去参加免费市集，係係唔是錢咧，唔過嘅費嗬，係廢物嘅廢，廢物，即係老跟你婆用很多俩，唔係，又冇買係飛年係嘛？唔係，我係條我價。叫佢用錯乜嘅？就老婆卡冇寫嘅東西拿去擺攤呢，但是人家看到啊，佢想我就做地拿走，唔過。切對同創業就係有禮貌，唔做地咩拿嚟就做咩？我問條價，請問下做地拿走冇？我講做地啊，先從嘢禮貌來咧，就講同埋個按字寫，我哋你做得去到騙人講按字一隻嗌做得拿蒙，做去拿騙人嘅嘛？千號冇你看好多東西轉來千呢。號冇愛，我最近得按到冇寫嘅東西做嘢，我係得按到騙人冇愛嘅東西做來，實體嘅意義，失掉那個意義。就一個重度患者的聚會。就要按了啊！因為我冇辦法接受冇用到嘅東西，插得做唔得。如果我要進步到我冇堅持，講我東西聽錯，我買幾多錢，係啦，我要簽到一隻出口啦。有一隻地方都在見，有啊，來。有嗰種發洩情緒，講拿球棒按嚟去破壞嗰種東西有人見。唔過我係散步呢，唔過用做大送嚟啊！哎，走啲蹦啲剪啦，哎呀，我真係會一點。唔過，有冇啥做法？真嘅，唔過多啲朋友成邀請所有嘅觀眾朋友攞誒現場嘅嘢，嗬，本誒阿燕妹一個重賞鼓勵。真嘅。英國阿姆斯壯登陸月球係幾個一世鋪人類一太鋪，阿燕妹一世鋪係誒後上太上關一太鋪太下講錯嘛。講你寫都有地震的咧哦。點解啦？誒，觀眾朋友們想一下，一個生活都有哪啲東西想來調剔，唔過唔係調唔剔嘅。等下再來繼續啦，後生繼續來打嘴鼓了。你係嘛嘅？人家2年到3年之間哦，該東西他們去擬親啦哈。那個時候迪化街漢走的永蓋要改虛街咯，我去買的奇亞籽哦，降血脂哦，降血脂。想到我是改虛街20點。比如講下，拜託我。那你現在吃？我坐低半頭家頭。那我來這個，你要是上顧聊聊，上顧啦。啊，講上顧。你走在神。我未唔敢學上顧嘅東西，所以咧上顧嘅部分，腦體。係腦體，其他嘅部分啊舌體。哦，是第三咧，哦。好，重上鼓勵。用字可嘉。歡迎大家到咗嚟後生太上公子免費試攝嘅現場，喺你看到嗬，喺你嘅作項，我講做薯片看過來，種下係大家帶來嘅其實垃圾廢物。係，喺你學等下再來看嗬，基本係打票嗬。假使你吃到兩三人帶來嘅東西，哎，變態你就卡凍站。你吃到，留下來是卡很愛。好，沒有中間，沒有一半，冇中間。係，你假使基本有4票以上，包含到4票，人會講，愛攞去變態，你看到順頭有垃圾桶，因為愛凍檢。中唔落，故說有貴重找個做得變態，你等下就印就票嗎？我沒有，我就放在你們身上，大家自己自由心證哈。你先來開始哈，先來看愛左手沙，睇下右手沙呢一片哈，左上角這一塊很多粉粉的，應該一看條地一聽。阿志引這個，阿志來。注意電影下嘅。這個鏡頭往下帶一點。跟你講，這一塊就是最可愛的，就是矮雞。啊，先讓大家小雞下要得出嚟哈，要出嚟呢就是矮細細嘅時間，矮媽媽呢送本矮雞，因為你細細嘅時人用錢就唔啦，故說矮就冇錢買當地你下個出嚟，矮媽媽就買呀出嚟送本矮，矮就唔盼得用，係當地你下，而且你看它這個打開來，哎呦，它有聲音會跌落的。哎呦，你看它這個小泡芙，你看是不是很可愛？真的。留點傳本牙子孫係咪？對，我要給我的外甥女。好，看一下。對，按到跟你講，有看到嗎？按到研究。先講這個小狐狸，這個小狐狸它的歷史有20年嘅歷史咧。按球哦。係按球，因為嗰陣時我還蠻早地出國，唔過我阿公就出國去了，佢就買一隻小狐狸送俾我。以前我看到嘅時候，我喺東京，其實唔過一下我就感覺動電影下，然後他過來呢，要還有，兩個唔存1分半。哦，好啦，要係我送俾我嘅，好，呀。
这送分爱给，好，冇人夾，唔是大把都介紹。我有問題係倆盒，還有倆手機啊，呀，他就係那棟樓等你下個小吊飾啊，像呀咩係愛嘅名，我都未講，還唔太啦。呀，下個後生人應該唔認識佢咧啦，好冇要緊。誒，我知道人家東西還會掉到人家卡邦當，好冇咧？其實我要的東西都唔會掉上去嘅，你看呀，東等你下啊，還有呀，可能起碼喺新加坡還係那邊了嘅唔知。全部唔敵嘞。差不多了哈，我再跟大家介紹一下一個我們那個上個世紀我阿婆寫詩這用過嘅，兩個乜嘅東西，我阿婆寫詩這用過。那時候都即係我阿婆寫詩這用嘅東西，啷個講？我主婆主公吼都不要用了。冇，要係 NDS。韓國電視，你看，你看它這個熒幕都被我畫到有痕跡，電視還真高都不是會掉。跟你搞嘅東西哦，你還有未啲嘅想法呢？冇啦，那有透的啦。整首之前存最迷散真咩？本來小記下掠條數據係發生乜嘅事情。係老唔講。嗌老唔講，你小本嗌阿公婆，佢都冇啊，佢喺5G手機擺度。梗係屋企人係冇。誒，我問下有年底呀，係乜計冇？亞太是愛啲，韓國戀愛嘅都啲。好大不記做。以前就會往內互打免試，以前阿母條他家都用一隻手機來談戀愛喲，這是戀愛機。好嘞，嘴目一家，以前非常時候就呀，貝殼機 Sony Ericsson。哇！你阿妹係愛破寫詩這個介年台嘅東西嘅。你看滑蓋機嘛，來啲啦，改良學台家翕相圈非常厲害啊！你不用50款，我跟你講，以前呢拿到亞數給佢懂厲害，我你會調試，你看挨個同學看。我點哈，好啦，我點嚟，係，好咧，做低轉嘅，好，先坐轉去，再來回顧一下倆做樹沙倆一代，不是回顧，有人工誒。有出咧，有吊飾，還有倆牙公太嘅用使用過嘅數據嘅，大家知道倆條東西愛表態也係冇愛表態，搶大炮。冇愛，邊係咩搖啊？哇，所有都在聊啊，都在聊。他是兩條哦，是有兩沙起到愛表態，好好了，壞心哦。動擺定，好了，我們在老基剩搶西溜男，不過我是覺得唔是溜安動，自家專業其實自家看一下，像係愛婆用過倆啲東西做得表態，我是說都表一般啦。嘿，做得表一般，不過撒下來看一下，我看我右手邊哈，倆都垃圾係乜嘅意思？係啊，該嘛意思哦？倆自家來，我手解。哇，睇下我而家就講好眼去驗動嗬，體驗眼嚟睇看，一係乜嘢東西？瓜梨、卡片，還有呀聖誕樹，這幫嘅聖誕樹呢，因為我就係聖誕節平安夜嘅時節出世嘅，我說也做一點冇，做唔得，我嘅上過嘅名名嘢，瓜梨係嘛？是瓜梨就係愛啦，中水西街安豆啦，我只有2分鐘而已。其實我覺得這些都還好，安走的，還走的啦，而且主要不佔空間係嗎？其實佔空間，其實很佔空間，但是我起到倆都都唔係重點是係倆係乜嘅東西，你做得太卡少開下嘛？也係乜嘅東西？上本入死誒。新插客嘅對阿仙爸嘅紙袋嘛哈，唔講呀蛋糕底外都有下絲，故說就我們潘得得他寫說比兒科科，我找到他了，雖然我忘記了。你老人講呢個，這就等於鼻音。好，呢個係合法圖，因為特特唔講啱似到強減會咧，你做得高本價呢，幾多件錢，而家你表示其他部分那邊留下來。因為嗰時喺學生嘅時間，還有星巴克最尾一集本來小記，你係乜嘅東西？呀，我老太講，呀就喺我畢業嘅時間吼，畢業的時候，你畢業咩時間？畢業嘅時間，然後你家講哪個給過咧？要做得真係啊！那這個都係得睇啦。喺手機殼，唔過陣間我留低呢，因為嗰時我將貴重天天我發599嘅加時發呀，買手機殼，點解手機殼做單㗎？睇唔睇到嗬？都要便宜。我要再重點，得數據嘅，我丟唔落去呢。對啊。還有呀，皮卡丘嘅，是，因為我之後就你用過嗎？動態影下啊。冇用過。
有用过啊。哎呦我就存一点其实点。等一下，哎呦呀线上动作，给李佳老師，你係咪對那個搞戲地圖跳來嘅？冇啦，也因為是我自喺伊條己買的，擺單位做啲神槍嘅東西。哎，你有冇加那強龍誒？跟文具收藏者。真係哎，真係用卡票之內哈，嘿嘿。好嘞，半一小改睇咧，還有清明毛毛料。給你在最後10秒。呀，條牌用過嘅書套，要用翻嚟請問一下，做嚟得聽冇？都唔得，做唔得聽啊！你是要得到月票？好嘞，你轉，好嘞，我不想知道小魔女哆來咪長什麼樣子。好嘞，好，你要拍大咗去。請問一下，那個蠟樹哦，你下你用嚟做乜改？除了卡片以外，我吃到全部都真勁啊！動真。好，我們可以分開投票。我覺得我們先來投這個卡片。做啲溜點，走在溜呢？做得有點。天嘅來打其他嘅東西。請問愛溜麼？搶大票。好嘞，4票成功，我們幫你。最多嘅教水做在送本機。你做在上半間呢？完全做唔得得聽啊！你做在上半間學生嗰啲麼？拜拜，講拜拜啊！好，拜拜。張來了，總咧共章嚟了，我唔講出嚟，總咧共章嚟了你哈那。個小魔女對對對，還你魔幻舞台哦，我講啊。好，等下魔幻舞台讓你打死。好嘞，撒下來最定應嘅東西來咧。馬莎，愛做小沙，我運動矮你係冇？來東西，請問一下。講到食嘅東西哦，絕對做唔得點。來老所有觀眾朋友先交代一下，你全部有過期要超過半年以上嘅，半年以上還可以做得吧？你食嘅東西。睇開就看過嘛，天然按到陰濕路有嘛？你食口，你吃完就變醫師路講。沒，你誤解我意思了。我吃到假設反正陰濕路，你還可以死天啊，死心哦。我就是靠這個活下來的。真勁，好，來，看一下就馬解。最個你係馬解。人家2年到3年之間哦，該東西他們就擬清了哈。那個時候迪化街漢走的永蓋要改虛街了，我去買的奇亞籽哦，降血脂哦，降血脂。人家食到3分之寸到3分之一，你睇下，上到食嘅虛街是食點，譬如講你一下。拜託跑。總共整呢度咧，你朋友嚟做做，沒有，它是養菌呐。哦，哎，你留的它是養菌，有養菌。海龜麥啊。給董後生，來送半年啦，來。等一下，將白聽，啱要件事情想問你，你過期啱叫你做啲事嘛？哦，我老睇家講，咁等陣過期咯，本大家看一下，即係上報有啲試下嘛嘅，冷凍做得表15年。係，冷凍做得表冷凍，即係我差唔多係2年前買。阿總顧，唔是表個變相100度，不是表個變相地。我表常溫。那你現在吃？我做得本大家看。那老來呢個，你要是上顧聊上顧啦。來講上顧。沒走得神。我唔敢學上顧嘅東西，所以咧上顧嘅部分，腦體，腦體，其他嘅部分啊濕體。我是第三咧，哦，好，中上鼓勵。激動講得他不與講得，他就選色態。好嘞，白 Cam，我覺得你是一個。與你分享的快，你老該轉去做哪？總白 Cam，他這個係2014年就一起過期咧。你過期青年末，有7-8年。等一下。節目結束嘅時間看眼要學力度嘛，假使麼你要是做得學，好，做得錯轉。這樣就是你最好嘅孝順。你先來打票，大家知道你都有過期嘅食嘅東西食物來變題麼？請打票。榴彈，一定要榴彈。如果你榴彈就喜歡本技師去做的，本技師。因為我看白天佢最近有多嘅事，古時候我知道一個榴本技師。你家你知道誒動怎樣係咪？很買的飯，你帶他全部食睇。天公八就要看哦，做得食嘅東西你要得睇。做唔得浪費。好啦，係啊。好，天公八看，拜拜。還有呀，你睇下啲東西攞嚟 Q 下
该出来千麦嘅。你唔是唔判的，我以後有安尼東西，我去日好，本。老去不用做哈。今日主題係特東西嘛，過嚟其實我最唔係啲特嘅東西，係我學嘅同貨，大家圈啲我就學過埋嘅老鼠啊，埋嘅燕果啊，我吹時期咧。我全老記得吼，買到我係陽台嘅花盆地擺度。我今年哦係一個合家歡樂的節目，所以總得帶來。你还带来给露出啊，你就会掉枪今年還唔係攞出嚟哦，今年係土提奶。奶係冇。唔使佢攞件賣掉發得嘅。買啊！警察啦，賣屍體哦，又有人定嘅你攞喎。佢攞出當初啲嘛。誒，有了嘅節目，大家都知，總歸看平常時生活習慣係咩嘅。不過，你觀眾朋友千萬唔好走開，因為唔看到大家係做好含千多東西，等下轉來繼續表，等下，你先聊一下了。啊，有第一隻劇嘅時間，我就想，佢第三隻劇之間，我就冇，不過係望第三隻唔知，你睇留定後路喊敗無錢時，做去攞杯就失敗啦，錯好似係嘅哈，還有冇看到地圖？你看，我前波你喺想我講，你喺去嘅籌插運嘅時間冇嘅做得白的，做嘅做得係對係冇。還有，什麼嚟同好講？呀哈來，呀係攞護唇膏，有冇？我等講啊，仲我講下啲後背啊，要 P 過嚟背上去出。歡迎大家到咗嚟後生台上講嘅節目現場，加 step 嘅一段過後發現，冇法度得槍，還有很多東西要得。先眾上分享，你基本嘅心痛，嗬，基本佢帶來千多等於鏡，等於味。我嗌唔知叫用乜嘅，做乜嘅東西，然後大家小記下嗌吃到啲兩個模型係乜嘅意思？因為我頭班呢啲嘅總正點樣同上班哦，嘅一東西哦，大家都會看到。請問一下，啲國家兩行嘢，係總正點樣同一係你跳轉來嘅哦。因為冇啦，因為佢買識講嘢買唔聽，全部三隻，哦，最後嗌帶一隻轉去，唔講嗌就相當嗌咩唔去當中醫啊。佢係自己做嘅啊。係有咩事嚟做嘅哦？人看，嗌冇一隻，呀做唔得，一腿係快車啲啊！一腿好飽。然後大家小記下，你很多國家戲劇戲嘢，劇嘢係無香用嘅，然後鹽屋糖無香用嘅，一係藝把嗬，一紮安尼細細啊，老經驗。阿爸嘅愛，藝把做嘅，唔講係知道最厲害嘅。嗌知道你兩隻嗌都做得，唔講嗌冇法度接受嘅。請問一下，你啲表演係用咩？依家呢係國家戲劇演啲到舞台嗬，然後佢嘅表演拆下來嘅，要溫線嘅，溫線嘅。一隻我會買當歸哦，幾鬆本啊！我係冇睇啲都沒有，因為我還沒有插。你係啲細細啲表演，啲攞杯撲賣愛賣幾錢？真嘅要買哦。真嘅，真的是真的要買。幾多？500。行卡多，行卡多啊！啊，我嘅面從表嘅係種比其他多。 3000元，3000聽到聽到，1000一下，200塊吧，加上呢個500啊，很好多啊。 999，差唔多。仲有叫890元，你自己放的吧？該下批係你自己表落去嘅。唔係我自家落去。那像那個原汁原味，所以要懂懂你去偏手有嘛？他講人都叫死啦！我到喺貼片所時間冇帶到 V 神使用嘅度。係哪一片啊？係你選哪一個嘅片係嗎？舞台一站個鼓手一拆下來，鼓手站舞台以前就係人家都熱賣就錯嘅。有捐獻就差唔多。簡單先坐陣機，老大家分享下簡單今日帶來3個包含到台牌快踢嘅國家戲劇嘢，還有當重有差唔多2-3公斤安重嘅總正紀念堂，還有佢哋千多年難過嘅大家片數嘅時間做得用得多嘅那個表演。大家知道了3個東西，愛表冇愛表，我講我嘅製作嘅做啲表體，製作嘅留得萬年光自用啦。對啦，好，按你來分塊打表。好，請問一下呢個台牌快踢嘅國家你要做得溜電啊？表體，做得溜電啊！冇法度對踢，好。對咯，因為3票天天，3票天天冇法度搭配啦。溜電啊，溜電。你係做得少啊？你自己咪上去對吧？做啊，
所謂特別好，我問下大家呢個衝點點，衝到尾死嘅，榴彈，有啲營養榴彈糖嘅，，我聊嘛，誒，上半矮好嘞。榴榴彈。我覺得它有增值的價值。請問下，大家青島人能夠嚟表演？對配，好，唔平老記講，拜拜。失去基雄的力。我遲到做啲嘅事情去參加阿少峰有講嘅掛機嘅時間，你做啲少峰也公台，鋪台咪做小啲。雞下要比太監還較有誠意哦。唔但講少本嘅阿公阿婆哦，全部抗英圈做啲大強下咧。誒，東英做啲大橋。好正經。最尾嚟眾賞分享今日嘅最尾嘅我們的壓軸。係啊，阿爺妹，請問下，唔帶到你嘅係啊垃圾袋係冇？你等下嚟裝下。咁阿總伯佢唔先到同佢講。唔該，一係我呢邊有看藥動好未？冇嗎？我不會變本太大看。入嚟，入嚟。地波不係嘛嘅意思。你看唔到你咩？要稱用那個金玉其外，敗絮其內。我即個地就好嘅咩？又冇辦法得睇，要名牌呢。好，冇關。好我有一個問題，好大概有一隻殼，兩隻殼，按到殼因為嘅。我想講，翻工一集劇嘅時間，我就想講，假使講我肯一擺有速上流現，我就冇。啊，有第一集劇嘅時間，我就想，佢第三集劇出現，我就冇。不錯，係問第三集唔知你睇榴蓮後路漢敗無錢時，做去攞杯就食飽啦。錯，好樣嘅嗬。係有冇可能地度？唔該，我前一步。你喺上我講，你喺去嘅籌插院嘅時間冇嘅做得白嘅數額嘅做得係白嘅係冇。其實我唔邊呀，錯工作嘅時間過啲條正宗啊我唔記得。如果佢籌插院冇嘅數額嘅做得嚟嘅時間做。你就講開證明，即係同時聊到下後新年講唔記得咧。係要先我同考講，一下來一下攞護唇膏，有冇？請問下，你幾條啊？幾條啊？經驗本係咩拍攝㗎？你新講嘢，係我捱支雙用咧，捱拿嘅做嚟一嘢人冇，我嗱講啊，就我嗌講下啲後背啊，要 P 哥嘅灰上去出。嘅老公，牙婆嘅劍雕硬都冇按出。都冇用嘅，我按大上係要加個款式嘅口紅，我用嚟變到變相。係口紅係榴我蓮。點樣拿出來？誒，幾變聲係冇？即係發生乜嘢事情？黃色。在當場係出茶貨嘅數字呢？唔係，即係按我留的，繼續等下補妝幫我用這個啊。來一下就撈啲歌。只是還有1000度都唔得得拍，用個個。一送係乜嘅？先先我冇做結拜，唔該也要半嘅。你係冇一碟冇關係，你半年之後係本來做牛哥嘅。攞做牛哥就講，我上身看唔到，好唔講嘢係會做冇？好啊，係唔會做。係唔會做啊？哎呦，更加係嘢。哎呦。哎呦乜雞咯？我高中嘅記事本，即係我同英俊去同。高中嘅師傅你嚟。會榴彈呢？這麼多大送，你係我冇抄筆記嗎？榴彈啊，做計算紙咩？難怪你高中按分哦。係最愛用。你哋啱啱計算嘛？就要一條東西，我知道嗬，紙筆老家你要搶啊，大頭名嘅名上啊，大。好，大家試到嗰下阿然冇帶到東西，我變睇嘅像卡牌打條。唔你妹個？你劇過嘅噃，我榴彈都買啦。你就先先啊，兩講有看到咁難睇嘅卡班我榴彈都買啦。佢當初冇定義上嘅好，送老太阿講，老弟，哎呦，送拜拜。嗌緊我嘅係行咗地。你係行就其實你一條命是挑價㗎，因為佢頂下幾時啱走咧。幾樣啱在做唔定啱在啷講，我切對老二我做唔點睇，做唔得。我切對老二，我要老二少睇，少半日動睇。好啦，冇講真件，大家根本看到大家真件按到東西，其實並唔睇。導彈用版做到那個斷沙里嘅阿小鳳知道，我知道成功嘅秘訣到哪片？遇到嘅人就係欠朋友，係佢少一隻朋友吼，即係專門那種偷偷嘅表態嘅人。有人就時間朋友同聽書唔係，啊。佢全部唔判斷，佢哋全部唔判斷，從日東西冇表態唔愛睇嘅啊，對嘛？從日東西，日嘅結果係已經招到眼嚟，根本有關係。係跟老媽肥，跟冇表態，真件定位，日嘅劇國嘅運，
也真嘅我拿去分用嘅。哎，cái nhà vườn nhà kêu嘅做嘅水木嘅sản phẩm，啊嚟捱拿去嘅免費試試，紅準。佢冇用用啊，佢係有用處，用途係啊，佢係有用到。你有加條。唔過我真人知道阿實驗是有一個朋友會讓你變東西，讓你變槍。啊，實驗室有啦，你免費試有當到朋友啦。係，你就撈到大冇家嘅交朋友啊，好啦，給你講，你知道糖講有兩個鋪數都係搞太係，我有兩個鋪數，唔過其實愛做咩動難啊嗬，唔係搞太假，就係我先分咗愛愛無愛，譬如講養嘅時候愛嘅飯係出去留定。佢對我都講千戶愛啊，大家就愛啊。係啊，應用乜款？哦，然後啲嘅鋪子呢，就係我會分類，比如講又係文具類啊，又係回憶類啊，又係馬莎本嘅類型啊，咁就嚟按有分類。等你分好類就全部留定嘅。咁所以我有知名嘅辦法，就係全部本阿妹。哦，又係大魔王，阿妹就係嗌垃圾桶。冇唔錯，其實我按有嚟去搭聽，就說哦，按到處我們按愧疚嘅感覺啦。就你從來不知道它消失了。冇關係，放心，阿妹們唔會讓你變態，你看不到就好，眼不見為淨。這什麼東西嘛？莫名其妙，莫歐北亂搞。跟阿假奶奶，你知道真應用版做到斷沙梨。有一個辦法，就是你東西拿啲數控1秒鐘，想唔到，我用到奶，我用到奶就得睇。好像1秒鐘，對，因為講啲想到東西呢。本年都沒有中啊，可能我1分鐘。跟住唔佢可能我一整嘅。唔講係就冇題，因為我想去開文具店嘛，故所以我東西會買凍漿嘅。你咩開文具店？你係藝術文具店。係錯，我見下嘅文具古董店。故所係買凍到凍漿嘅鋪位哦，唔過依隻思路唔判得下，故所我又開到凍到本差唔多用。嗱，嗰邊有本誒，個鋪位有頭。誒冇想過，佢有下公司誒。簡單做嘅咩？對，就故所咧，我咪就攞佢作品拿過去，叫技師鋪位啊，變做股票盤，大家有用途，本佢就講用推銷安尼。應該知道嘅家呢嘅阿妹按樣做法，當好廢物再利用。如果家一看到，一開始你有講到納豆手行，在我們那個Sparking Joy， 就是在那個我們的心理學家有一個名詞叫 Sparking Joy，因為泛做哈佛應該個新冠薄薄表嘅疫苗種，所以講納豆手行嘅時節，因為想到佢對於嘅肺熱，對於你又想到那東西對於當蟲擾，那個東西將攞佢留下來，假使納豆手行3秒鐘過後。還是想不出它對你人生有乜嘅意義，所以撈佢變態去。我眼那魚類是雪落去咧。哦，跟住，你拿起來，你就拿起個變態，給你1秒鐘。好。我用佢嘛做得，你就撈佢變態咧，係冇？你觀眾朋友想象一下，應該人生當中除咗了都用過嘅東西以外，還有哪啲東西我撈佢斷捨離？等下將了繼續來撈自家討論了。唔間本藝媽媽看藝嘅作品，藝要做乜嘅事藝都唔會留結果。如果藝就無需本記講，再個本藝大分數咧，就看我壓力動態。你說的對講條，不要再幫我打分數。不要再幫我打分數了。好了，但是這個是那個縮小版的林志玲，謝謝。少了50公分。不做奶就題嗎？好像60吧。歡迎大家到咗嚟後生太上公嘅節目現場，大家看到很多人嗬，得睇很多嘅東西，希望嗬今年開始做一道斷捨離嘅部分。唔過呢啲有多人真見心肝都得唔睇呢一道東西，也係講自家無法度斷捨離。接上有3個原因，咪傾下來看一下，第一個係3撇。現實嘅那種類型嘅無限嘛，故所無法度去對屋卡，無法度好好整理。唔過有嘗試，有啲人係因為對自家屋卡無滿意，故所無想點都冇帶到屋卡，故所都老屋卡咩都亂吵吵。加上我有安尼嘅心態嘅人，第二種咧就係掉啲過去嘅人。他一直活在過去的時空，你知道嗎？他不想面對未來跟現在，跟你那時空就像個20年前咁樣，要某一個前進的一種，其實佢係一種反對逃避現實的一種心理啦。啊，第3種會受未來嘅人，就係講捱唔掂了呢個東西切開過後，捱未來會到那邊。喪屍那個。會受，會有唔係喪屍，陰屍路係陰屍路啊，所以先囤那個土地的那個屋卡地為主啊。接種有啲人撈呢個東西嗬，變唔睇係因為佢受自家嘅未來，因為咧特別過後，可能撈未來冇連接。
睇下吃到你有符合了3種，我吃到有阿爺妹佢3種都有，點頭如搗蒜，就係愛真真嘅係有。不過我吃到好大家講到係東西。真正來看自家人生，比如講人際關係啊，比如講人愛情啊，比如講人嘅老屋企人嘅關係呢一種方面咧，你知道人嘅人生當中最需要斷捨離嘅部分係乜嘢咧？阿志，我感覺我最需要學點斷捨離嘅，就係我媽媽對我嘅期望，因為我哋講青島嘅總批就會對自家生有青島嘅期望啊，就是希望希望你長高，望子成龍，望女成鳳。係，故所就係本嚟生嘅時光都感覺非常有壓力，負擔重重嘛。故所衝到後來，我就唔敢俾我媽媽看我嘅作品，我要做乜嘅事我都唔會留佢講，因為我就冇想去本佢講再個本我打分數咧，就感覺壓力動態。你做的對着講頭，不要再幫我打分數，不要再幫我打分數了。好了，但是這個是那個縮小版的林志玲，啊，謝謝。少了50公分。故所我就期望，好像60吧。這樣講，故所你期望嘛㗎？我希望我做啲好事，做啲面對媽媽對我嘅期望，係就算了解期望無強，講我做啲分享俾佢。我知道其實你也愛對子女雖然真嘅有期待，不過子女是唔接呢種期待，個其實情感都真嘅都有壓力。嘅唯一菜場要做人爸爸嘅阿小鳳，你知道你頭擺做子女嘅事情，老兩下做也愛咧，你哋這方面有改變嗎？因為頭擺你就會知道講，你嘅爸爸媽媽用我按面線，然後幹按豆按囉嗦，做嘢就要開面啲嘛。我咪發現到，你都唔知計要聲嘅咧，嗬，當然講冇去講佢，因為佢就蠻曉得啦，佢就還沒懂事，你用嘅可能冇，一定會讓佢重點。我知道都廿嘅情況度，就算聲音都30歲，要結婚啊，佢知道還係強用係聲音。這種做事用法按空哦，用法按空，挨咗按錢用法講按咧。我爸咪真係按用講啊！係啊，挨咗按錢用法講出來用按。不過我知道我媽媽講嘅係螺絲法。唔過我知道啦，唔好做有人形成啊，我做人形成嘅軍師。好啦，你自己講嘅哦，你冇去談到。我而家要講，我行到去學定，行到去學定。中天早上有學到，而家意思係講去轉學嘅時間會跟那個黃太太一起做功課。係我而家係希特勒獨裁者，希特勒獨裁者。不過正經啊，來理解，知道我人生當中乜嘢斷捨離？自家知道我斷捨離係自家追求完美嘅談心感，因為我接受我知道啊，我聽說愛把一件事情啊，乜嘅條路我全部都愛接啊，也係講也係懂到嘅事情考試我聽說100分啊，哎呦，就是說對自家有懂到嘅完美嘅一個標準在。唔過我說因為哎呦，就冇辦法自家專心做自家想愛做嘅事情，想愛斷捨離哎呦。我老睇下講，你一下客家嘅飯堂就差不多200年先係基主持嘅。3分之2係嘛？有。我見到白夾唔強壯吼，富麗冇相鳥吼，偏偏每條條。今年開始講就是廣播咧，然後你阿自己叫下主持咧，你哪有面子講撇啥嘅咧？大家講你咪冇錯啦吼。因為我其實遲到吼，條路係最難得睇嘅，尤其係咪咧？佢嘅錢下多，佢下問題，因為你的收入大眾嘅條路哦，我有個時間你講條路咪有壓力嘛哈，有個時間嘅條路咩接放棄嘅事情啊，有乜個人情排擠啊，或者人情壓力啊嘛事情要處理啊，所以我後來想講哦，假使僅僅做唔得特別嘅條路，這個最少做得做到性冠毒嘅挑戰，心境上的，你先講。你係條路，我係來嚟係做條路嘅，唔係來交朋友嘅。就是真心專心賺錢，唔係來交朋友。故所佢都老你唔係做朋友佢哋來呀吼，就最每聽錯講一下，至於後上台上講，未係用你哦。唔係大家冇係相信佢，你睇我聽講到咁樣吼，哦，好像覺得哦，條路先係條路，然後自家嘅想法一定要切開佢。哦，你一下要講到咁樣。冇要緊，以後我們就都對他公事公辦。你永遠啲咧係公事。你參加結婚仲所以搶大家食飯啊嗬，慢到行擺就啲啦嗬。嘅阿家人知道，人嘅人生當中，最想嘅斷捨係乜嘢？我希望我做得勇敢 say no，
因为大伯嘛个亲戚朋友都讲，哎，卡尼娜要听说一下，我给用说，我就冇办法思考你嘛，我就会讲情绪勒索。提前唔得，对，提前唔得这个就讲好啊，唔过高一波也就是说，哎。那有一些乖乖，嘿呀，大伯就按年5、4千，然后给人家天数，唔过给用时已经父母差嘞，古时候人家就会验乖呀，验乖给人家中午说，给中午说，其实。人家礼拜二让俺不卡变收嘛。哎，这钱我啦。要進步嘅，真嘅好，大家要進步。不過大家本大家呢個天氣貴嘛，還是要給大家一個新年新希望。我想到過年唔係，就新年嘅最新年上嘅團體嘅斷捨離嘅目標，好冇？大家來希望一下，嚟阿志，你今年嘅希望係乜嘅？我希望我做咧斷捨離，我嘅夾做一件事情。其實我哋嘅習慣度呢係非常掂清同有氣質嘅社會。我大家都冇相信我哋嘛，我想我今年我準備嘅，我把我的外形、外形啊，全部都非常穩重，愛用心。因為甜甜咯，好甜貼。你講叫佢做好甜貼嘅，你啱試到吼，呢個當3蚊上做得到。加油啦！真緊當咱做到吼，甲白客們試到今年嘅新嘅斷捨離嘅目標係乜嘅？我嘅目標哦，當然就強壯，所以係減肥，錯，讓我體脂，讓肥胖降在เรา應該要講真，嘿拜拜。係認為啦，主要係認為我去年嘅時節咯，我嘅血栓哦，血栓係咪講？哦，血路赤多，血路赤道吼，又復發了。我減怕吼，冇是哪一年吼，冇講到再見，我是老大家講再見咧。哎呦，談起嚟動感哦，你講要要講嘅鬼故事。千年之後可以看愛哦。哦呦，彌陀佛！你不要再講那動作鬼故事，不然手癮。就去拜公，還要上台上公那個。啊，有花太假講。不愛用去啦，對，後背啊，一開始講自家斷動都有嘅，啊，小中啦，咩減肥啦。哦，今年誒，因為吼，我人生其實老高富帥，然後就查到然後高大胖丁丁啦。好，體重還是夠啦吼。誒，有啦，佢要散步也做到，你要穿到散步你慢走到。就純到呀只。小豬肉，係啦，唔過就真然我因為講，我睇架督促丁年啦。你啱我食咯。你知道學長做得到嗎？冇可能，冇可能一成都冇可能。咁難係幫天可能。咩人咩鼓勵人哋喎，也係促進人哋。咩？我知道你係咩種方法，你講唔做唔到，你去做別的。講係做唔到。好，我就先抽一下嚟。好啦，最尾不如阿然我嚟講一下，你知道我人生啊，今年嘅新嘅目標是要做到哪啲事？我同先生嘅極簡生活，嘅同時我看過迄種一目了然。我希望我係咪做啲老嘢目標行金錢，還有我希望佢嘅慾望做啲較少啲嘅，唔可以太過難事，不要一直當耍廢的廢人。你還有一個一定可以成功。有啊。成為廢物市集嘅調價。也錯嘅，我希望去任何嘅廢物市集，唔過吼，去到嘅動物一下。你就會主辦單位。總唔得去到偏移嗰邊，總唔得去到偏移嘅攤位吼，拿東西賺，克制自己。其實像家阿燕妹佢講到那種極簡生活，其實對於日本來講，其實對於那個斷捨離過後嘅進一步叫做極簡生活，對於日本開始了下啲歐美千多嘅國家咧沒有，即係台灣沒有千多嘅人都做那個極簡生活嘅嘛嘅。所以講老人嘅習慣度，韓國人嘅慾望講到最大，用嗱最少嘅方式達到最大嘅滿足，睇咁樣想一下，人嘅生活度係呢一種方式嘛，因為講你想咧一種當業主本來就無視嘅東西，充滿人嘅習慣度咧，大家做嚟想下，你是要哪條嘅生活方式咯？記得下禮拜同嘅時間，我哋繼續嚟收看《後生太上宮》，要花開假宮。